客家嘅现代嘅音乐，到2多年有清态嘅发展。唔管係流行音樂，或者係民謠風格，到本人深深感受到客家音樂有清態嘅進步咧。唔過唔止係乜嘅年紀，唱歌嘅人差唔多都係細拉嘅。都有隻機會，你發現一個客家民謠嘅細妹嘅歌手，鼓動人去拜訪之後，發現呢位嘅細妹歌手，除了客家民謠音樂嘅創作以外，還係一個成發嘅創作家。幾個精彩嘅故事，等人你一些的去畫去讀。前幾日，你拜訪過嘅一個婦兒創作家唐雅，到佢嘅家庭美術館嘅家庭嘅音樂會當過，有唱到甲白蓮沙老語文嘅朋友，羅思榮、葉福下3個人，咪係受到有唱嘅朋友。嗰隻安部主人熱情嘅有唱，你有機會聽到羅思榮親身唱佢自己創作嘅音樂，唔單止受到現場朋友嘅歡樂。沒允許你相愛記錄佢嘅想法。大家一起來抱抱，大家一起來抱抱。今日來到一隻5樓嘅一個樓檔哈，來拜訪一個聽講係厲害偉業哈，到天師當過，然後到呢個歌壇當過，嘅。新嘅音樂嘅一個創作家，嘅屋下，交流可能嘅聊天間哈，人裝到佈置得非常強哈，自家做自家畫圖，自家做一個繪嘅種哦，看起來就睇人哈。像呢一年哈，應該係有自家非常嘅一個強烈嘅一隻性格，有自家非常屬於佢自家獨立嘅一隻看法嘅人，像安尼一隻藝術家哈。佢唔但相當多情況就佢自己特色，佢多嘅生活嘅環境嘅佈置，每個嘅特色，像呢樣人應該非常神奇。呢係羅思榮同佢老公嘅樓檔嘅工作室，所有嘅佈置都係兩公婆親手做嘅。係啊，呢個家庭平時冇冷氣，唔用手機嘅，沒冇任何愛加油嘅交通工具。甚至啊，佢哋唔使用使咗插電嘅樂器。我高中嗰下就開始有彈吉他，嗰大學嗰時就係唱校園民歌，也有做技術嘅歌嘅。不過嗰時候知道就唔係一狂熱，因為就講知道自家嘅歌嘅係冇做出來。讀大學以後就係上班過結婚。以後一次都冇唱過嘅，那咪做起啊2年前，我有看到有一年去街巷看到吉他，有心肝甜痛嘅，就買一支買一支吉他轉來，就開始一開始唱歌嘅，那咪嗰時候就會證明阿爸嘅斯文些，個樣子就當中就係嗰時候嗰種條件。全部都成熟嘅，成熟嘅，所以呢就按嚟做，按嚟一開始做嘅，就當像嗰種年頭個，像年嘅水龍頭啊，啲水年打開來，啲水就引咧，波，按嚟引嚟嘅。羅思榮係像打開水龍頭一樣呢，靈感嘅傳言，所以今日你愛老大家衝下去談嘅故事。羅思榮嘅阿爸係前批嘅客家本土詩人羅浪，到日本時代開始寫詩咧，可能係因為家庭嘅影響。羅鳳人唔到第一之間是感染到老這班家庭無窮樣嘅文學嘅氣氛。唔過後面羅浪老詩人因為沒有乜嘅原因封閉超過30年咧，
一些都厉害，让到伢人开始重新创作。因为佢书日本教育，佢會要係佢本身思考講法全部用客家話，所以我知道我就恢復到佢嘅本色，佢自家發表從佢嘅人生呢個一隻歌唱，全部用客家話來佢讀出來，係啊。非常的精彩，非常的精彩。咁我自家就感受到講，當場我自家嘅內度嘅嗰種文化基因啊，是透過啞巴嘅詩啊，是慢慢地分享出來。剛剛講到嘅洛山歌一個部分，嘅洛山歌嘅嗰種自由、嗰種吟唱、嗰種完全等等呀，唱嘅人呢，當時嘅現下嘅嗰種感情，然後嘅詞嘅嗰種意境，嚇，然後佢表達出來。嚇，佢唱開那條位轉啫，我那條位來佢唱，佢就唱；那條位我停，佢就停。所以呢，一種自由又決心呢，我知道係親老客家人一種工作開以後，佢要放鬆自家，嚇，所以佢嘅情緒、佢嘅感情就會留佢安尼流露出來。呢個家庭呢，簡單成快樂讓香。感覺老日本的家庭就清態嘅不同。除了愛人以外，羅世榮冇出過唱片，咩唔盼要小錢嘅演唱發通，甚至門都唔出。本錢好奇，到底佢係靠乜嘅來維持嘅生活？而到原本都係強一間出版社冇強到部門工作嘅朋友，包括因為工作交交關係，開始相知相愛，結為夫妻。唔過結婚了後沒有人認，因為羅世榮難散。呢個事件徹底改變到你對公婆嘅人生。因為叫我歌唱地方，佢係有點難散，哈，所以用嘅真空嘅吸氧，哈，讓佢吸出來。那麼額頭一條位地方就有嘅積血、血管神經就通唔過。就搓成一種方天，講嘅就係竹馬菜。我哋就請就問醫生講，你嘅生意嚟啊？我有乜嘅影響？佢講咩智能嚇，不足，不足，就係身體肢體嚇，我有障礙，也係語言我有困難。我想一年，你做嘅可能3秒千基本嘅呀。也講伊個生意呢，佢痛苦一生年，冇痛苦一生年。所以呢，這樣子，佢差唔多56年嘅時候，我先生已經辭退工作嘅，我就係全職父母親嘅，係啊，就為到這烏鴉生意呢。我是頭先出來嘛，然後那時候就好像因為很想要看到外面的世界，然後我就把頭這樣仰起來，然後就卡住了，然後那醫生就很着急啊，然後後來怎麼伸都沒辦法，就只好用一個東西在額頭上這樣吸出來。你在講故事還是你知道這種事情？媽跟我講的，那時候我也不太相信怎麼吸。為到照顧呢隻從細飼有竹麻菜嘅生意呢，羅世榮嘅老公嘅生活方式咪做非常大嘅調整。原本我去法國留學嘅計劃咪放棄睇咧，其實阿爸阿媽種種嘅愛啊，佢哋嘅生意呢沒做嚟充分嘅感受得到。當我們都還沒決定，我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誰，路要往哪裡走 ，OK， 那選擇他做什麼呢？所以剛開始其實有一點衝突，就是很理性的思考。我說當時直覺的那種反應是什麼？對，直覺反應是震撼，就是不要。所以我就跟羅世榮，大概是冥冥中造物者要給我們這個吧，我們就接受吧。其實我沒有說要走這樣，沒有，從來沒有。而且我們一開始也沒有說走特殊教育。然後所以在那一段時間，我就決定那只有緣分吧進來，因為我是搞新聞的，所以就很多朋友。然後小羅他以前在文化的時候，他也有一些朋友，然後他就去幫我就收集一些資料書這樣，然後就自己讀啊，然後自己就做活動啊，然後自己就帶孩子。那孩子是我最好的導師，孩子說不好玩就把它擦，這活動很慢。
他是我的老师啊。我发现这个游戏孩子百玩不厌，就是 good， 好就是这样。他就是因为在我这边就这样一直留下来。罗斯荣老家先生目前都可能有啥到特殊高度当国的专业，维持到家庭的经济。虽然冇非常高嘅收入，不过咩冇下债。不过对着物质要求非常匹配家庭来讲，钱其实哪种是好呢？你要说这是一个家哈，我们不是讲好了吗？我们简简单单过就好了吗？我们一起哈。那这一点我就觉得很抱歉，我说，那我内心那个东西没有调整过来，怎么办呢？我也很想做一个，很单纯的，可是我想到我的存折钱那么少，我就会有一点紧张啊。我有一点，他不会紧张吗？对他不紧张。其实他这一点他其实非常好。存折没有东西，他也没有的。他显然这个比我放的比较开，完全不紧张。大概我不知道，但是他显然比我不紧张啊。他会没法说改了。李两公婆从相识结婚到今，已经就17年了。17年来嘅生命嘅破绽，讓一年好奇心啊，發現很多嘅故事，值得一年繼續去探討。因為一年要求，羅斯榮突然一年停呢條小路啊，來到新店23度嘅鋪落。呢位係羅斯榮呢個客人10年前帶過嘅灣潭嘅橋河。呢位係新店嘅灣潭。坐船啊，坐土船哈，咱做嚟過來呢位啊。所以呢個係講台北市嘅莊下頭啦。香港坐插輪坐到新店嘅朱梅站下茶哈，唔做得去到土船頭，嗰位坐船啊哈，所以坐呢位。所以呢位呢位係羅斯榮佢嘅帶過青年班嘅橋王啊，因為要拜風采哈，木當變顯體啦。幾張曬照啊，都見佢咩曬照啲青年咗咯嚇，有人叫嘅時間，啲人多咗嚟看佢落幕。風轉落幕，已經門關頭咋實實。到武順鐵山路順頭經過嘅登山客，可能想象唔到頭擺呢位是發生過乜嘅故事。但是咧，到羅斯榮嘅帶領之下，你都嘅回憶，老嘅歌聲之中。潛到頭擺嘅快樂怎樣嘅故事？嗰本來嘅筆筒嗬，嘅細細嘅筆筒，本來係冇。那咪就是我呀就搬來第2年嗬，然後嘅04年咧，係個暑假噶，就做個嘢咯，嘢了以後，做個蓋啊，蓋到一隻塵土以後，係啊。張結轉呢，個父母奶，呢是結轉添嘛哈？結轉呢，嘅水咩都係入下去啦哈？冇，以前做唔得，係啊，要過嘅父母奶，個水全部都流槍槍，係啊，所以你貴下人家講是書你係係點樣呀？你係咪講規劃？含燒法，含燒，含燒法隔壁本來係有一條嘅金座樹，哇，個金座大到非常的旺，你要做幾張？對，做幾張？你要自己做啊？對，我做嘅攞佢篩走來，做嘅蜜餞啊，正經做講帶按你嘅素材嗬，佢成發嘅係黐咪嗬，青豆，係啊，看到一個通物啦、赤物啦，像個火焰蟲啊，火焰蟲千叫冇看到，
搬到一头以后啊，就看到蜂养虫，蜂养虫喺度都养会搞呢。就因为就有雕门窗，就造个蜂养虫以后，标个门窗地方，天父老预测的，啊，就看那个蜂养虫啊，你做个鼻，做个门窗地方鼻系啊。生态环境非常安全的，比如说无叫农药，无化学配，就咁来，所以你的环境真好啊。就是我们刚刚冒险的，好，来哟，睇你行哦。好啊。喺睇呢羅斯榮，裝過呢度邊緣行得到嘅關係，來到羅布嘅開門。攝得佢確實相連啊！對。攝得自己係攝上天，嘅連後面頭擺就攝上天。哦，安尼。本地嘅活動17年前，逢財嘅會開。舞蹈嘅狀況係當然離開世界嘅狀啊，唔過咧，呢下更加巧妙，做得感覺得到時間到底慢慢的流逝嘅混雜。對照頭擺嘅抽象片，你創意是老羅斯榮衝下回想到頭擺幾多隻快樂。兩人嘅雙口，任雙口，兩人。给树皮，连树皮，恩给爱情，黑一头苍啊，给的树，共同开发，共同盖子。共上共喜一三年，恩嘅愛情係長春流逝嘅地方，恩嘅愛情。家给你子，恩给爱情，黑一头骨头给你树，共同开发，共同盖子，共上共喜。13年，到呢件羅服成發青年班，當時嘅快樂變到呢下嘅記憶。到呢下係幾多啥就不可能，三啥印象非常深嘅太史情。甚至有在淡定都搬到新屋以後，還是因為太過懷念呢件羅服，產生一隻太過做書嘅念頭。那時候就離開很多，也搬家嘛，然後也轉學嘛，然後就跟很多好朋友啊，很熟悉的人通通都分開了，可能是因為還不適應吧，然後就覺得有點莫名其妙的憂鬱起來。因為你就其實夢來講。媽媽，你有想過吃什麼？94年了。對，我說嚇一下，不過我係呢當沉着，當鎮定。我都問佢講，我要喎，我講唔敢要，佢講要啊，我講看你想乜嘅原因，我想到我吃啥，好，那麼佢就講搬房以後。佢知道佢乜嘅都冇嘅，佢嘅世界完全都冇共樣嘅，所以佢就知道個按那個變化，太年會知道個，哎呀，搬房係乜嘅喏，不過對細年來講，佢係佢生命地步不可承受之重啊。羅服三煞頭擺上課工作，到晚堂到10點。到
都必须要到你只土船头，坐土船过土。到你下个台北，用土船呢做交通的工具，应该是反弹型嘅铁钳吼。因啲工作人员咪希望做得感受一下，差唔多會到台北小時嘅土船嘅經驗，所以咪上船體會頭擺羅斯榮之家人嘅生活嘅點點滴滴。也在跳舞，每個樹冇停嘅聽筒，愛嘅身體也淡淡阿美，翩翩起舞。身體兩三人嘅樹，變成洗澡身體。到反彈嘅青年班，除了培養到羅斯榮嘅妹兒做出嘅心靈以外，兩公婆嘅愛情故事，咪強壯又非常親切嘅情節。哥哥，我们回来了。你吃饭没？是啊。你现在几点？10点多了。啊？10点多就10点多。对。哦，不要拍我了，我不是主角，你伤我这个。我不是主角。你知道吗？今天我们去哪里？还爬到那个楼下那个2个那个阿伯的那个屋顶，还坐在那上面唱歌聊天。啊，酷。哦。很棒，终于再回到那个家。怎么只有你来？有啊，他们在楼下还搬器材啊。还要搬？当然喽。哎呦，这拍那么多可以了吧？资料够了吧，帅哥。羅斯榮老家先生嘅愛情，喺度只非常特殊嘅情況之下開始。當好寫作嘅羅斯榮，遇到當好寫詩嘅王漢坤，豐富到讓日常愛情小說嘅浪漫和凄迷。羅斯榮認為王漢坤寫到這8首詩，給人一家本氣。講起來，佢唔係愛情小說，係乜嘅？我太好家就有搞一個男朋友啦，我搞個青年班，我也有提過幾下拜講，就講2、3咩意思合啦，第一個家庭嘅生活嘅思想就係一般嘅家庭嘅生活嘅安尼個情形。我試過知道講，我嘅內心還有追求另外嘅東西。所以讀到我先生以前，實際我也青年班的感情，實際是還蠻結束啦。咁唔過因為就講讓我先生嘅安尼2、3人見面以後，就知道非常嘅安尼當親切，當像從細教到大安尼，因為當像似個阿哥樣嘅，所以我平常就很哥哥安尼，係啊。我們有一天去到西門町嘛，
然后在一家咖啡厅。那时候他有工作，我没有工作。现在第一句话说：“哎，他竟然跟我讲，我们来结婚。”我心里当场这样就呆住了，然后沉默好久啊。回答也不是，不回答不，对，然后我就突然就笑出来了。大概是会排解我那个尴尬的情绪。佢講當然係，唔講你結婚好冇？坦講，佢俾佢當成是行出我位都個笑。对，佢講，你先對玩笑。唔啱乜嘛？我講啊，你講你結婚啊，結果佢嘅反應係冇講法，我行出我位都個太笑。對呀，對呀，對呀。嗰時人家心中嘅玩笑。實際我也想到就，但係我知道真嘅係，當後生嘅一件事情啊，因為我後生，我對我嚟講哦。我嘅出家嘅感觸係知道個，人生做的歌都有一種荒謬性。嗰種是你人講，你講嘅時係暗想啊，係嘛？對，我講嘅實際冇安尼想，係因為佢笑出來，我也知道講有呀，我一想做嘅做一件安尼當荒謬嘅事情安尼，係啊。梁生結婚公子以後，用長達嘅50萬的錢，都完談可能穩頓享受嘅快樂嘅生活。不過咧，2年以後，錢沒用得咧，為了維持家中嘅生計，王漢坤必須要離開佢本養老妹，去我嘅賺錢。呢樣嘢，沒事，沒殺到你嘅家庭嘅幸福。做一個父親，做一個先生 ，OK， 然後現在沒錢了，那很奇怪的那種傳統的那個價值又跑到我身上，他好像揮之不去。那我已經跟他講，我選擇這樣的工作其實酬勞很高，而且呢是1個禮拜去，1個禮拜不用去，這樣。當初其實我可能高估了，所以剛開始進去時，哇，變成是整個心力都下去了，所以沒有想到這樣一進去做事情，哇，昏天暗地的這樣，工作超過這樣。所以雖然1個禮拜回來之後，哇，整個人都癱掉了，真的是整個人都，真的好累啊，好累啊！幾乎要休息2、3天。所以我女兒來找我的時候，我都還在，好像是那個坐長程的飛機，那個時差還沒調過來，就這樣昏昏的這樣。你記住1禮拜、2禮拜，這樣轉來不卡100，哇，轉來不卡的時候，甜到像叫一樣啊！2、3年講冇幾多幾法，幾甜。幾甜，你心情就唔好，像我前面講法，對，可以，實在很艱苦哈。不過呢，我都冇去㗎，人生行我走個行下去，加一份感情，一個家庭，我行愛冇，我係愛法，我就愛自己堅強起來，好，因為人生總要遇到安尼個人講嘅波折，好，一個階段一個階段。面臨按那個情況的時候，我就不斷的老師佢講，我愛下去，我愛下去，我愛下去，就按你當然，就老師佢按你講。呢隻危機後面順利度過嚟，韓國人搬到幸福之後，開始冇共同嘅新嘅生活方式。到流動工作室嘅表單，刁人當到形式特殊嘅作品，嗰條都係羅世榮、木竹都嘅匹配嘅聲音嘅作品。當初感覺我也有可能係會認為竹馬菜變到非常無正常嘅聲音，所以兩者拼命去進修學習相關嘅知識。經過到既然然後接觸之後，兩者既然慢慢地變到特殊教育嘅專家。我只有感受清晨的吼，就係唔單止看到阿妹的啦，就係看到細人的安尼，一隻階段一隻階段，哇，一隻階段像10年一樣的，哇，佢唔當像10筆糖，佢感受得到，迄傷心的事，佢會流目着，
几乎甘肃的多。啊，看人我5、6岁就是要写诗。对对，佢差不多4岁半开始，佢种念诗，佢种念诗出来，我就留佢记录。佢有时念啊，哎呀，妈妈这个不是诗，你不要记。佢讲也唔咩诗，唔是记咧。系啊，佢即个我弟讲，样嘅诗佢即个，就系要表达到佢即个爱表达嘅东西啊，啊。今年新社王六是一个非常娴熟嘅声音啊！你下唔单枪啊，你完全看唔到佢头摆是一个祖马菜嘅分杂，其实家咩完全冇受到嗰只片嘅影响，咩就咩一样嘢。你对公婆嘅健康变到当到读到冲撞问题嘅家长嘅一希望，一先生全身慢耐走，去为到需要嘅家长去上课去演讲，和罗世荣咧到福华都嘅流动嘅工作室，讨论一群特殊嘅声音啊，打开特色嘅特殊嘅生命嘅故事。每日网络咩提醒大家穷下上课，都翕片嘅高长度，而你遵守罗世荣嘅教学嘅规则。尽量冇去影響到聲音嘅學習，而你會發現到羅世榮對待大概特別嘅聲音嘅特別嘅耐心。因為我哋嘅課程完全係遊戲，所以呢也冇分講我嘅能力好，唔表達咧做得較豐富。比如講情緒，唔表達唔看家樣板型看，聲音你哋好，你哋人。所佢唔敢表現，也係講佢冇感受，也完全開放性嘅，所以也唔會對聲音嚟造成挫折。好，是只有佢自己性格表現出來。對，佢係咪係順起來嘅呢？性格去老搞出嚟啦。我講嘅就講，也教育啊，回到一種主體性。係學生啊。對，主體性。對，主體性。好，所以三個課程係完全係一種開放性嘅，開放性地方一主體，佢係樣嘅感受，佢係樣嘅感覺，佢係樣嘅表達，完全是尊重佢。原本你把到羅世榮嘅創作係用文字和音樂為主，但係你看到佢搞聲音嘅畫圖嘅時節，你讓佢很有隻無窮盡嘅才華。都喺晚談時期嘅畫圖嘅作品度，做得感受得到羅世榮嘅素人創作地度嘅專業嘅浸潤，本人印象非常深刻。一發研究啊，因為講就講，因為家下前面那個階段啊，完全就係一哭起家，一哭人心裏頭嘅嗰種好面目。家從一到一開始就講，我透過一三門啊。你係也睇門啊？對，也係幅度，也係風外，還有一隻無談。對。然後過來係一隻寫嘅微笑。對。你有冇看到一隻門是會知道講啊？會感通唔是間目擊人咁？係你乜個年紀？仲這個這樣發現到啊，我終於進到我生命嘅一扇門，做得進入一個世界，唔係關到自家嘅世界，做嘅自家。自家也決定。畫圖做嚟講係羅世榮表達內心世界嘅無窮盡嘅貫通，所以佢嘅作品每位認為世界不同，有無窮盡嘅風格。家看到羅世榮佢創作嘅作品，佢係個非常標準嘅素人嘅一個藝術家啊！佢講啊，佢畫圖唔係講像啲本來藝術家一樣，表現乜嘅東西，佢係畫一家，老一家內心嘅個呢感情呢問題啦吼，人嘅性格啦吼，畫到冇個細事嘅，開始開放性呢，開始畫到佢嘅心呢帶為所
反弹啊，佢到反弹，你就发现到一只完全冇可能嘅人生嘅出口。佢講發現到一扇門啊，人生唔係講嘅茫茫渺渺冇路可行，係條路可行。嗰條路咧，佢行到近係只接近大自然安尼一條路。當你看到佢所創作嘅呢只人物嘅內斂作品世界，浮浮沉沉嘅糾結嘅風格，唔理想嘅表態係乜嘅？慢慢記，唔過咧，我看到羅思榮原本親切嘅表情，突然間有新嘅變化，佢冇回答，你做嚟體會到佢畫面當中嘅生活，太可以啊！唔係用語言做嚟講嘅，我是咁樣講嘅。親密表態嘅羅思榮。沒應該有屬於佢自家嘅內心嘅世界，有權保持呢隻問題，而唔應講，係咪唔應多問？唔過咧，嗰隻問號，我就切佔到人嘅深度。拜訪羅思榮嘅過程度，你發現反彈對比較在日本行業來講，係一個改變人生嘅黃金時期。日本網絡自由自在、快樂生活嘅當道嘅回響，描述了動物之間嘅種種嘅故事。我老記睇到羅浮對面嘅隔壁鄰舍嘅活動，想想當年就是日本行業三傻嘅浪漫嘅往事。講呢，佢唱起一首描寫到頭擺嘅家庭生活嘅歌兒。也許是一天哦，然後什麼？一波周圍也曾風哦，無聲無息給土地用，無聲無息給土地用。古天的片都叫晒反彈羅浮頭前。羅思榮老人講到，後擺佢讓來到呢邊嘅時節，所讀到嘅一系列相同嘅事情。唔過聽講，後擺咩讀到嘅情況係啊？啊有，我就上班來噶嚇。嘅樣時，我先生就我家樣先做書商啊，那邊我先生就去政府啊做個辦法帶，我就一世老妹做呀，哦，那邊妹按部頭做水木嘅，水鐵咧，我就開始嚟工作，行嗰個學堂，係呀，一隻耳呀，水嘅燈咧，嘅床燈嗬，要這個抗壓多，因為個以前的那個木主太賴啊，做下嘅木個刺殺，那我都心肝想，哎呦，也木個安尼有安尼個演戲啊，只有我當驚，我就行到也出現，因為佢喺做也出現嘅後背嘅件刺殺，我大概就行也散步，我就講泰國啊，哦。我喺來信也冇個人啦，嗬，我也冇懷疑啦，嗬，我因為做些戲份也冇嘅，所以呢就講槍啊，做得水泵喺度，嗬，做下大，加就講喺度互相冇有乜嘅侵犯啊呢，嗬，我哋我老爺冇下一照顧嘅當好，嗬，一拜託冇出來讓嚟台灣養。所以喺我就人就唔好驚嘅。你唔會想到你會攞呢個節目變到談情論怪啦，所以咩唔方便到呢度嘅假講物嘅。唔過你佢克服對南海嘅世界嘅驚嘅怕，去面對佢去攞溝通，你嘅經驗嘛，我想你咪係羅思榮深度一隻非常特殊嘅回答。
酒，吃饭的时间到嘞，东江吃饭都会安尼，糖豆做的都教我下传糖吃饭都非常欢喜，所以工作人员出现我会买偏菜饭。罗斯荣煎2盘菜头饭不安尼食，加上前日他所煮的鸡酒，里传不安尼感受到一种家庭的味道。第三，复古嘅简单嘅家庭制度，有种非常自然嘅甜蜜嘅味道。幸福其实是到爱呢族谱之间哈，不过到每个程度爱呢幸福，头摆就死了无完美。我有跟他们吵过啊，然后他们就会说，那电视节目都没什么营养啊，然后就不装。你觉得没营养吗？我不觉得啊。为什么你们家没有车子、没有冷气、没有电视？我跟我妈吵的时候，我妈就说：“人真的需要这些东西吗？人是不是可以不用这些东西就可以活下去？”然后我就说：“可是我同学家都有啊。”她就说：“那是真的需要的吗？”然后我有时候也会想，人真的需要冷气，没有冷气活不下去的嘛。就想我既然已经活了这么多年，就没有这些东西的。就没有这些东西的生活，那我应该可以继续过下去吧。罗斯荣用实在唔实在按的方式来开发新人呢对认识自家的方式，以每自己自家面对当到身边冲突的事件时间所用到的态度系么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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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你讲黑早嘅梦，世界太掉，在这里给树林做掉。同样嘅西路上，一个声音行在暗夜中。谈过罗斯荣、王汉坤两公婆，佢哋講嘅感情，我們想見面，我們人相愛，做一個家庭，我都順台灣人見看見談哦，感受到佢兩啥，真正係不是為了自己感情，到佢拿出來腦，拿出來想，拿出來討論。非常深嘅討論，自己深度嘅事情，讓大家討論。其實討論最深刻嘅部分喺到哪邊咧？喺到時，因為我冇到好時、好下時、好突時，所以叫啥？因為佢深做得情感是達到嘅時嘅深度去。所以我想呢啲兩公婆啊，叫啥？按相愛。用按呢相愛的力量去創造在青苔的眼睛。呢對公婆來叫啥當下嘅模樣，對了為所嗰度叫啥當好過嘅彌漫嘅想法，到拜訪嘅過程中，挨咗你感受得到，性格非常堅強嘅羅斯榮，從頭到鏡頭面前會當技巧性嘅審判問題。雖然呢啲問題佢哋知道係看到幾多嘅痛苦，不過時下呢係發現自己深度其實非常真心嘅心，不停會對內心嘅痛苦去挑戰。到底是看到羅斯榮佢創作嘅眼神，佢講佢係生發創作家，佢對佢創作嘅過程嘅歌成果嚇，佢有個感想佢講，佢係為咗創作者行下好嘅生發啊，
所以个题材无限听，有下棋，有花图，个花图嘅材料咩千多张啊，最美呢2年就可以写客家歌啊，回转到自己嘅族群嘅身份啊，佢簽到呢族群嘅身份時節，佢咪簽到耆老嘅族群嘅家庭啊，跟嚟連結啊。誒連結時，其實等於講連結到下一代嘅老自己嘅家庭，老佢過去嘅家庭，人生環境嘅專業啊，全部連結到嘅最新嘅音樂嘅創作地度。我想呢些咪可能到講嚇，呢個非常成熟嘅一個客家嘅音樂嘅5線嘅創作家，佢對嘅音樂啊，喺到嘅土地嘅生命嘅最大程度嚟發揮出來啊！咁你特別咪看到嚇5線到誒呢創作地度嘅就非常大嘅一個力量。我們的愛是在哪裡？啊，我們為什麼相愛？然後呢，到底為什麼在這世界上存活着？我們的意義在哪裡？我們要像一個那個在大海的浮木這樣抓到一個就，劉世榮是一個不喜歡像大海有浮木抓到就飄了就走這樣，然後等一下換一個飄。我這一點他其實是蠻徹底而純粹的。今年安排羅世榮要去上北管科，年過40幾歲是講啊，佢都開始做客家音樂創作之後，對傳統音樂有很那深嘅想法咧，有非常感動人嘅歌聲，唔過佢冇出唱片，當我畫圖，亦唔過佢冇開過發展，當我寫詩，也冇出書，佢所做嘅呢啲事情都係讓冇壓力嘅情況之下，安尼行。所以做得一樣快樂嘅學習下去。至於講，佢內心度嗰條深深嘅灰暗色，總有一日會化作天堂當江嘅天穹。天愛落水，你就落台來，落力良辰就愛情開來拿，唔敢落到掉淚，唔出到我，唔敢落到阿妹喲，唔出來。天愛落水，你就落台來，落力良辰就愛情開來拿。